下雨了，下雨了！二牛有救了，二牛有救了！哎，二牛，我来了，这边啊，喂，下到这里啊，这个地方。我真的没有被烧焦。有我在，你永远都会那么帅的。谢谢你，帅哥。哇，不用说谢谢。不过我肚子有点饿了，我想吃你做的饼。也不知道凡间的人爱穿些什么，这些东西恐怕都已经过时了，不如带着玉兔去散散心吧。玉兔，玉兔，小乖乖，我们要出广寒宫了，我们要下凡了。嫦娥，这次下凡，我会让你重新爱上我。太白仙卿又要劳你再去凡间走一趟，实在是舍不得呀。哼，老让你到人间去走动，要多快活有多快活。说到哪儿了？哦，陛下呢，舍不得让臣奔波劳累，但为了天宫安宁、天下太平呢，臣还不算大材小用啊。是啊，朕希望你保护好一个人，跟踪好一个人，监视好一个人，确保他的安全、美丽、名誉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要协助他完成任务。哦，小臣遵旨。不知道这3个人姓甚名谁，家居何处呢？你呀，你是真糊涂啊，还是装傻呀？朕明明指的是一个人，何来3个人呢？岂有此理！天上出现2个太阳，已经让朕头疼不已了，再出现什么岔子？陛下圣明，小臣该死。但是呢，小臣以为要保护一个人，监视一个人，还要跟踪另一个人，那这样臣的精力真的是，会吃不消啊！呸！得了便宜还卖乖，你这个太白也太好玩了。朕不会亏待你的，待你完璧归赵之后，自有奖赏等着你。28星宿的头，你满意了吧？记住，速去速回，过时不候哟。满意，真的满意，明白了，完全明白了。小臣这就去。金星哥哥，彩虹仙子，哎呀，不用送啦，不用送啦。哎呀，不是送你啦，王母娘娘有请。哇，王母娘娘有请。是不是重重有赏啊？哈哈哈哈哈！拜托你了，把你的死狗狗拉开了。他是不是喜欢男的？老是在舔我。人家说事隔3日刮目相看，你老哥才半个时辰，怎么像另一个人似的？哎，刚才领圣旨的时候，你不还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吗？怎么现在像个霜打的茄子似的？哎，嫦娥怎么还不来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可要到点换班了啊！别提，烦死了。那不行，过时不候。
有什么可烦的？是谁想去凡间来着？大哥，我有事跟你商量啊。什么事啊？我这次真是大难临头了，现在夹在玉帝和王母娘娘中间，保得住这个就保不住那个，你说那我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还是那句话嘛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推也推不掉啊！啊，你真的想看着我死啊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嗯。哎呦，哎。嫦娥仙子，可以了吗？启程啦！倒霉，不倒霉，倒霉，不倒霉，倒霉。哎，仙翁带路吧。兔儿乖乖，姐姐带你到人间去走一趟，你不用怕，我们只用1个时辰就回来了。你要听话，不许喝那儿的生水，也不许吃那儿的瓜果，要是沾了土气，可就回不来了。怎么了？你怕了？姐姐很快就带你回来。走吧。真是红颜祸水呀！越好看麻烦越大，都快被你害死了。走运，不走运，走运。仙翁，后羿到底在哪儿？在你后面背对着你的那个人就是。是他。嗯。做大饼的。是啊。见过这么漂亮的呀？你说话呢？姚饼啊，等一会儿，马上就好了。你不回头看看我呀？姑娘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呀，我的眼睛！千万不要碰它，不要碰它。这样，我带你去洗洗。走。哎呀，我的脚！哎呀！下手了！走。我的头！哎呀！还是不要
要看那么多了。万一玉帝跟王母问起的时候，我知道的多，说的也多，说的多自然错的也多。怎么说我也是太白金星啊，没理由偷偷摸摸去看人家两口子，挡住人家两口子的生活。嘿嘿，逛街购物，抓回乌狗精，朕就给你自由。嫦娥，你稍等片刻，我去抓了乌狗精就回来。后羿，后羿？什么后羿？你不认识我了？我不认识你啊，姑娘。你怎么会不认识我呢？那天在天庭，我们见过面的。天庭？姑娘，你说梦话的吧？你就是后羿，你怎么会不记得了呢？姑娘，我姓耳名牛，不是什么后羿。你装傻！我装什么傻呀？不是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你看着我的眼睛，想到什么了吗？你长得挺漂亮的。那还用你说啊？我是说让你看着我的眼睛，能不能想起什么？哦，我想起来了。哎，刚才是有面粉进到你眼睛里了。哎呀，要不我赔2个饼给你好不好？赔我2个饼？我等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就赔我2个饼？什么这么多年啊？姑娘，我都被你弄糊涂了。姓后的，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以为我愿意来这儿？我跟你说，等你完成一项任务，你求我来我都不来。跟我走。你说什么呀？哎，我们到底要去哪儿啊？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怎么还问？烦不烦呢？走。哎，这不是姑娘。好了，到了，就是这儿了。来这儿干嘛？干什么？干你该干的事儿啊。你以前都在这干过什么？以前？以前小时候在那里呼呼过。呼呼？什么是呼呼？就是打架嘛。哎呀，你这人真没礼貌。我说的是射箭。射箭啊！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一看到箭我就头晕啊。头晕什么头晕啊？很简单的，你看，你只要把那个讨厌的太阳射下来就行了。射太阳？不是，这箭怎么能把太阳射下来呢？不，回家。哎，站住！你看见这块大石头了吗？里面藏着射日神弓和震天神箭，你只要把它打开，把里面的箭拿出来，对着那个毒太阳那么轻轻一射，从此以后咱们2个人就2清了。姑娘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打算装到什么时候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不是什么后羿。姑娘，我再认真的跟你说一下啊，我不姓后，我姓二，我叫二牛。哎，行，你叫2牛也行，3牛也行，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就行。来，就是这个了。姑娘，你一定是认错人了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而且你刚才说的话我一点都听不懂。你怎么会不认识我呢？当年是谁对我说的？对我的爱要到天荒地老，要到海枯石烂，你怎么会都忘记了呢？姑娘，我问你，那个太阳，你到底是射还是不射？哎，我明白了，你是一直对我怀恨在心，恨我当年吃了长生不老药，一个人去了天庭，过神仙般的日子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原来是疯疯癫癫的花痴啊！我听说桃花一开，花痴就犯病，可是桃花早就开过了呀。哎，真可怜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跑到咱饼店里来闹，会不会是肚子饿了，想吃我们大叔的饼啊？我跟你说，那天上的日子不好过，我一个人被关在那里面，
又可怜又孤独，我也是咬紧了牙关才挺过来的。而且我要把以前的事情全部都忘了，不然我就会发疯的。你干嘛？你发什么呆啊？我问你，天上那个太阳，你是射还是不射？姑娘，算我求求你了，你饶了我吧。你刚才说的话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以前天上有9个太阳的时候，你都肯帮我射下来，现在就这1个太阳，你都不肯。行，你狠，算你狠。你别以为我求着你。你躲什么呀？好了好了，不看。哎呀，太热了！吴狗精，为了能够重新得到嫦娥，只能拿你祭旗了。你看这太天气了，做生意都没心情。没人来做生意呀！天热，我连叫我都不带的。这还得出来，这都没客人，来上来上。果然是妖孽，竟潜伏在这种乌烟瘴气之地。哎呦，公子啊，公子啊，来，里面请啊，里面请。哎呀，来吧，到里面坐坐。来来来，请。哪家姑娘最漂亮？我家姑娘最漂亮。哪家姑娘最温柔？我家姑娘最温柔。哪家姑娘最多情？来，楼上请啊。姑娘最多情。你看看啊，你看有这么多漂亮的姑娘呢。跳起来，摇起来，飞起来！吴狗精，你为祸人间，跟我回天庭受审。大英雄，求求你饶过我吧！我一向胸无大志，就是想在人间弹弹琴、唱唱歌、跳跳大神，弄几个钱花，做一回纨绔子弟，调戏貌美妇女。是我不是好人，但也谈不上为祸人间呐。你这大罪名扣的也太大了！你下凡之时吐出内丹，已至天有2日，还敢说没有为祸人间？我这是有苦衷的呀！莫要狡辩，跟我回天庭，自有分晓。吴刚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吴刚，别人能抓我，你却不行。可笑！
我可是帮过你大忙的人。不要装模作样，我以前根本就不认识你。你看看我，你看着我呀。你真想不起来了？吴刚，我是二狗子呀。王母娘娘是我姐，我是她弟弟，咱们俩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，是兄弟呀。你都不记得了？咱俩一块偷蟠桃，一块看仙女跳舞，一块往人间撒花，这些美好的记忆你都想不起来了？二狗子啊！你是二狗子？对。你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你先给我解开，我详细跟你说。二狗子，怎么会是他？这位小哥，给我帮个忙吧。请问姑娘有何贵干？帮我找一个人。都知道找人，我找太白。哇，凡间的东西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啊，不错，这一块啊，上等的丝绸很漂亮。这段时间没下来，东西又漂亮了，真不错。是啊，你看很漂亮，这质地很漂亮的。摸起来真不错。太白，谁找我？客官还没付钱呢！客官，你还没付钱呢！客官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跑哪儿去了？是不是你叫我啊？哎，事情搞定没有啊？搞定什么啊？碰到个脑子有病的。随我来，我们去别的地方说。这里说话方便，有什么你尽管说。那个笨蛋啊，他脑子有病。我带他到了牛头山，让他射太阳，结果他给我装糊涂。他装什么糊涂啊？他存心气我，说自己也不是后羿，说他姓二名牛，叫二牛。嫦娥姐姐，这回你就错了啊！不是错，是那么一点点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是装糊涂，他是真不明白。他怎么会不明白呀？他都见到我了，难道全天下还有第二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吗？是啊，没错，他现在是二牛，不是后羿，他当然不会明白了。他不是后羿，他不是后羿，你干嘛要让我去找他呀？你这不是存心捉弄我吗？姐姐别动气，一动气呢，脸上的皱纹长出来就不好看了。啊，他现在是二牛，他没办法记起自己是谁，所以你一定要让他记得自己是后羿，这样他才有神力去拉弓射日嘛。你是没有见到他，
就他那笨样，要是让他相信自己是后羿，我看比登天还难。以姐姐你的魅力。卖饼了，大叔，天下第一饼。喂，二牛，哎，二牛，你说清楚，今天本人真的来过？哎，你问过我好多次了。喂，哎呀，怪了，我一梦见他就过来找我，会不会是心心相印呢？我根本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。哎呀，我们心心相印呢。我跟你说，我根本听不懂他说的话，然后他就故意盯着我的眼睛，什么也不说，我根本就不懂他是什么意思。二牛啊，我告诉你，总之他呢，那个我了。好了，来看看吧，看看，这饼吧。好的。天下第一饼。喂，这个饼像咸鱼那么臭，是不是卖剩的？你胡说，吃白食还挑啊！我跟你说，今天没有卖剩下的饼，是一个饼也没卖出去。哦，你放心好啦，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都卖不出去，我帮你吃的一个都不剩啊。你说你把它都吃掉？是啊，你敢？我敢呐！你个臭小子！别闹了，你们！哎呀，我说好了，你别闹了，你。大叔，你买家具了？这么多人来送家具了，我哪有钱买家具呀？那就奇怪了，怎么会往我家送啊？哎，你们送错地方了吧？嫦娥姐姐，很久不见，你是不是吃不下饭？你怎么又来？我回家呀。回家？干嘛搞这么多高贵的家具啊？我回家当然要住得舒服一点。家？哦，参见公公。闺女啊，你从哪儿来呀？找谁呀？哎呀，让我说，傻瓜一个，给我这么大一个惊喜，想吓死我！嘿嘿，大叔，其实呢，我来不及搞个仪式就叫你干爹了啊。这位呢是你的干媳妇儿，她就是我的。二牛，你怎么不跟爹说呀？这样我多不好意思呀。二牛啊，你们两个到底搞什么呀？哎呀，好了，你别解释了，说也说不清楚。爹，哎，这是我给您准备的见面礼，希望您能喜欢。喜欢，当然喜欢。你也有礼物，一会儿就交给你。哎呀，大叔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什么不知道啊？你想赖账啊你？啊？你看人家姑娘长得多漂亮，那是没得话说啊！对你又那么好，还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孝敬我这个老头子。不是，你这个混蛋！帅哥，啊，嫦娥姐姐，其实我们在天上见过的，我觉得你真的好漂亮，真的好漂亮，真的好漂亮。凡间的人都这么说的。我见过你吗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帅哥。帅是帅哥的帅，哥是帅哥的哥，我就是全天下最帅的帅哥。别急，你也有礼物啊。好小子，你真有两下子，养了一阵子病，这18般武艺没学会啊，这招倒学会了。哎呀，大叔，你千万别误会，这根本是没有的事。什么没有的事啊？我怎么会怪你呢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福大命大，捡了个漂亮媳妇儿又来财，哼，我总算没白养你呀。来，哇，他把最好的礼物给了我哟。哎，
你看那些人啊，毛手毛脚的，我怕他们不知道把东西摆在哪儿。您去关照一下好吗？好，我这就去。你们两个久别重逢啊，多说几句。这是你以前最喜欢的东西。不行，我一看这个东西我就会头晕啊！怎么会头晕呢？难道你不喜欢了吗？拿着。站住！不许走！为什么不许走啊？捡起来。不。好。这就对了嘛。你笑了？我这是为了你好，我是为了让你找回之前失去的记忆。之前？像之前一样，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。那个姑娘，叫我小常。小常？对啊，你之前都是叫我这个名字的。小常，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，你为什么找上我呀？你不用弄明白，你只要按我说的做，坚持下去，很快你就知道你是为什么这么做了，知道了吧？那这剑没关系的，这个剑啊，拿久了就不晕了。走吧。好。加油。小乖乖，来，小乖乖，后羿找到了，你看到了吗？等它射了太阳，我们就可以自由了啊！了不起吗？我帅帅哥也有女孩子来找我的，而且还是龙王的三公主。嫦娥姐姐为什么要送这面镜子给我呢？我明白了，是要我每天多照照自己这张俊俏的面孔，要我提醒我自己是一个品格高尚、有内涵、有气质的人，要我明白，朋友妻不可欺，即便在心里欺也都不行。姐姐每天都要见到一个非常之完美的我。哎，姐姐真是用心良苦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说到底，你也是我帅帅哥做人之后第一个梦中情人。唉，天上月亮我碰到你，地上饼店还碰到你，两个地方都碰上你。即使你做不了我老婆，给我看看也开心的。你以为你走了我就找不到你吗？你不是说我去什么地方你都会跟着我，怎么现在还不来啊？不来就是不来，谁让你这次误会人家，对人家态度不好，让你后悔。哼！
我的小公主，拜托你帮帮忙，龙王他们都等着你呢。这么急干什么？要不然你们先去了，我过几年再去就是了。小公主又说孩子话了，女主角都没到，这戏怎么演呢？我们把公主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让南海龙太子的眼珠像龙虾一样掉出来，好不好？我不想嫁人。这是公主最喜欢的定海神珠。在哪里找到的？是龟丞相从多嘴鱼婆那里捡回来的。气死我了！谁让他自作主张捡人家掉的东西？龟丞相说他就知道你会骂他的，还说总有一天你会感激他呢。我才不会！我现在就要去问他。小公主，小公主还没弄好呢，你要是这样出去，龙王又会吹胡子瞪眼睛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不出去，这样好不好？你们两个先去休息，我一个人静一会儿。小公主，哎呀，走了走了走了。这个小笼包想嚼苹果水蜜桃。父王，你多等一会儿，我去找猪哥哥，跟他说清楚就回来。接水特别的合适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南海的海水又涨了好多。好了好了，你也别太累自己了。只要咱们的小龙女老老实实的，我心里这块石头就落了地了。好像整件事情都是小妹的功劳，要没我的精心策划，这事能成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没说什么。我只是担心啊，这小妹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。我说你这个小乌鸦嘴，说这些干什么？魏丞相，再去催一催，看他磨蹭什么呢？是。现在有那么多双眼睛，眼巴巴地期待着我们小妹，当然要摆足了架子，千呼万唤才出来呢。呦！怎么这么大的醋味儿啊？好酸呐！哎，三公主，三公主，这怎么说没影儿就没影儿了？啊，人呢？三公主，她会不会有什么话要说给我听啊？废物！一群废物！把他们拉下去晒鱼竿去！龙王，别着急嘛，啊。这个三公主一定会找到的。我就不信这么个大活人就不见了，除非小妹敢犯那个十恶不赦的忤逆大罪，跑到人间去找那个猪头妖怪。啊？这个，龟丞相，你跟小妹最亲了，那你知不知道小妹去哪儿了呢？哎呀，女人家的心思，我哪里知道嘛？那你们俩是不是串通好了？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我一个小老头，哪敢糊弄龙王和二龙女呢？谅你也不敢。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给我看看。这一定是小妹的贝壳。泡汤了。父王，事不宜迟，我早一点去呢，这个事情就能早一点完结，对不对呀？好吧。好吧。
师，今晚还得赶几场演出呢。哪几场啊？有时城北灯会，虚时城南朱员外家摆寿宴，亥时城东妓院。我很烦，无心弹唱。可是，天师，那3场演出的定金我们都收了呀。退了。天师，干脆您去糊弄一下得了。胡说！状态不好就得休息，哪能糊弄别人？难道你让我去胡乱弹唱不成吗？反正那些个人也不懂得欣赏。滚！把钱给人家退了。是，滚了。不祥之兆啊！是祸躲不过，看来我还真得想个办法解决才行。原来在此，我来看看你化身为何物。美女呀，如果我是这只枕着美女手臂睡觉的兔子，该多美呀！你胆子不小。哎，我是为了和平而来。和平？笑话！你白天还……哎，此地不是讲话的地方，你跟我来。哼，白天你敢耍我？哎，吴刚，白天我不是存心想逃，而是因为事实简直太复杂、太惊世骇俗了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呀。那现在呢？有的时候，知道的越多，烦恼就越多。听兄弟一句劝，无知有的时候也很快乐。你到底说不说？哎，我说，我全说。事情还得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。那时候你还是天之骄子，整个天庭最英俊、最有前途、最有力量的少年，说不定哪一天玉皇大帝封你个宰相做了。你胡说什么？你别激动，听我说呀。说。就像所有的传奇故事一样，权势身边总伴随着阴谋诡计。我姐姐，也就是如今的王母娘娘，从小就立志做一个有抱负的女人，所以她想嫁给你，可你又看不上她，娶她还不如杀了我。你看，就是这个态度害了你。我姐姐得不到你，就要毁掉你。她命我吞掉了天狼星，也就是下凡的时候我吐出来的那个太阳。那又怎么样？你要知道，天狼星乃是你的命星。自从我吞掉了天狼星以后，你就开始倒霉了。而那玉帝的命星太阳则光芒万丈，无人可以匹敌，所以他一路鸿运当头，成了如今的玉皇大帝。而我姐姐呢，也顺利地成为了他的妻子，也就是王母娘娘。你说的全都是实话。我骗你干什么呀？自从吞掉了天狼星之后，我姐姐为了防止我泄密，
一直把我关在牢里。你想想，从那以后，你是不是没见过我呀？叶姐姐说你太过顽劣，为此关在家中，由你姐姐好生教导。那是糊弄你呢。其实我比你惨多了，肚子里面装着一个滚烫的天狼星，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着。我私自下凡也是被逼无奈，实在是太苦了呀。自从吐出了天狼星之后，简直是爽多了，就好像便秘了500年，终于通了。空口无凭，谁知你说的是真是假？吴刚，你仔细想一想，自从我吐出了天狼星，也就是你的命星之后，你的运气是不是一下子就好了呀？那棵几百年都砍不断的玉树，怎么突然间就给你砍断了？几百年都遇不到的嫦娥，重新相见，这一切都表明你开始转运了。为什么转运呢？就是因为你的命星天狼星又重新高高的挂在了天空上。所以你千万不要中计，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命星给射下来。吴刚，我带你到你的命星上去看看，跟我来。兄弟，这就是你的本命星，天狼星。此地好像似曾相识。那当然了，本命星和你一脉相通。这回你应该相信我没有欺骗你了吧？这什么东西？这是水晶柱。水晶柱里有世间万物，只要你走近它，你心中的一切疑问都能解开了。你干什么？哥们儿，对不住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可是王母娘娘比你牛多了，我得罪不起，只有委屈你永远的待在这儿，保守这些秘密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兄弟，别白费力气了，好好待在这儿吧。我要去找美女啦！二牛，起床了！二牛，起床了！相信这个愣头青就是后羿。
你吓死我了！你这么早来干嘛？我还要再睡一会儿。哎呀，起来啦，练功啦，快起来啦，要起来啦！起床，起床，睡觉。起床。起床啦！起床啦！哎呀！起床了！起床了！起床了！哎呀，起床了！我还有这个。别胡了，别！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那个，你先回去等我，等到时候我饼烙好了，我给你煎最新鲜的饼，好不好？那个我再睡会儿。饼，你怎么一天到晚就知道饼啊？这大叔饼店不提饼，提什么？打我记事起，除了做饼、烙饼、卖饼，大叔饼店就应该由大叔来做饼。拿着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是再敢不听我的话，我就让弓箭天天挂在你的脖子上，穿上你的袜子，穿上你的鞋，拿上弓箭，跟我走。到了。又来这儿干什么？你脑子坏掉了，别问这么多话。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知不知道？我脑子没坏掉啊。就是坏掉了，不许打哈欠。哦。来，现在开始练眼力，看着那个太阳，把眼睛睁大。不行，我想睡觉。不许打哈欠，把眼睛睁大，盯着那个太阳。我好难受啊，我要流泪水了。不行，坚持，还要再坚持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好多了？没有。不会的，你要坚持住。用力，再用力，用力，你用力呀！我用力了，可是我还是拉不动。用力怎么会拉不动呢？这不是你以前最爱干的事情吗？我最爱干的是做饼吧？那是现在。我说以前你最爱的是射箭。别灰心，慢慢练，坚持下去，很快就能找到自己了。还坚持下去？我天天都要这么练？那当然了，以后每天早上我都会陪你到这儿练剑的。我们现在开始练力气，你要把这个大石头推下去。啊？哦。好样的，就是这样，真棒！推下去了，那我可以走了。哎，等等，再去把那个石头推上来。啊？为什么？我是在帮你，让你增加体力，这样你才能找回你的九牛二虎之神功啊。哎呀，别了，快去了，听话，快去啊！后羿，加油啊！后羿，加油！当
初你能把太阳射下来，现在这个对你来说不是难事。加油！不把你变成后羿，我也没办法成为天上自由的嫦娥呀。哎，不许偷懒！把石头推下去，再把石头推上来。你怎么不推了？你别开玩笑了！谁跟你开玩笑了？你要是不推，我就跳下去了。不要！我推，我推！不错不错，今天啊就先练到这儿了啊。啊，那我可以回去做饼了。你还有力气啊？啊，那我回去做饼了。还有这么大力气？